坐得耐，姿勢唔正確，就好易整親腰背。今日用1分鐘教大家改善。首先四肢平穩放地，手指打開，掌根與膊頭成垂直線，膝頭與盤骨成垂直線。雙手伸直，每次吸氣過程中，肚臍向下壓，胸口向前推，頭向上望，感受到胸椎、腰椎被伸展感覺。呼氣時，慢慢將下巴收向胸口，將背脊拱起，感受到背脊後嘅肩胛骨被伸展。錯誤示範：四肢跪地距離太遠或者太近，雙臂沒有伸直做吸氣與呼氣動作。注意動作要慢，吸氣沉，呼氣推，做5至10個循環。做完之後記得飲水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